人口規劃咧係一個城市發展嘅根嚟㗎，而單靠零散嘅政策應對問題咧，煮到埋嚟先至食咧係冇可能做到任何嘢。政府你必須着手去設立翻高層次跨局嘅專責小組，專責統籌翻我哋香港嘅人口政策咧，先至可以由被動變為主動，全面為香港謀劃未來。我哋香港人遲婚，加上全球嘅精子卵子質量下降啦，係一個現實嘅問題。輔助生育咧係可以解決由0變1嘅問題，為一個個家庭重現我哋嘅希望。我哋咧希望政府咧係可以主動拆牆鬆綁，決定咧去研究放寬翻10年儲卵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做得非常之好，絕對係應對直面人口問題嘅正確方向。但係我哋亦都積極應該要研究翻點樣釋放我哋本地生殖醫療、生命科技、基因檢測等等嘅多重嘅潛力，我哋推動香港生命科學產業、生命科技產業咧成為科研產業嘅一個重要一環。主席，人口政策一環扣一環，除咗坐喺度嘅人生多啲，我哋咧所有嘅配套咧都要去配合翻銀髮經濟啊、人口人力啊、醫療啊、住屋啊、教育啊各方面都要去做。試問一個冇跨局嘅專責小組點樣可以做到嘢呢？主席，香港執垃圾都揾副司長嚟去做，我唔相信我哋嘅人口政策唔可以揾一個高階層嘅一個工作小組定好我哋嘅清晰目標，前瞻性咁處理。